今晚咧係我參加過最過分嘅一個合資電車發布會，啲佢所有操作嘅方法都好新勢力，甚至個價錢都好俾力啊！咁點解咧？因為以前個吹風咧，佢話呢部車10萬蚊都買得到，佢今鋪係做得到嘅。咁最離譜係自駕嗰個版本，因為我之前試過佢自駕係好好使嘅，即係哪怕去到啲複雜嘅嗰啲街區咧，旅遊景點都冇問題，所以係好用一套嘢。而佢價錢係最離譜係咩咧？14萬以內你置換就可以做得到啦。你要知道呢部車咧，豐田係落重本嘅，佢真係除咗有一個好大嘅空間，標配已經有8孖5芯片嘅車機，有 CarPlay， 甚至佢仲係帶咗激光雷達嘅 Momenta 自駕㗎嚇。反正呢一籠嘢咧係真係好使、好睇，仲要好正啊，大佬！所以豐田今一鋪賣呢一個價錢，我覺得真係離晒大譜啊！所以呢部車真係講真，中意豐田嘅朋友，或者甚至真係買一部要攞嚟代步家用嘅大空間純電車，呢一部真係要去睇下啦！你見到呢部車，你真係要一部剛需車，佢仲係一部豐田，你話覺得抵唔抵啊？